小伙刚突破到元婴期，就被一群散仙期的老怪围住，甚至扬言要将他嘎掉。只因他天赋太过逆天，引来10道灭世天劫，却被派进去，简直变态。所以那群老怪要将他扼杀在摇篮内。我看你们谁敢！走，想办法逃跑！道宗已经封山了。逃跑吗？或许可以利用一下杀神遗迹的9级阵法。师叔祖，老祖，怎么师叔祖在介入杀神遗迹了？小臣子可以利用杀神遗迹的9级阵法。那些混蛋，这次就算不死也要脱层皮。难以置信，师叔祖还要坑杀散仙期吗？太厉害了吧！对了，那个小女娃不错，将她还有她父母接到道宗吧。他父母已经被送到道宗了，至于他，等我们离开再说吧。可以。掌教为啥要接他回道宗？叶师叔之前救过他，后面叶师叔他们进入杀神遗迹，是黄一诺第一时间报信给道宗了。要知道以君临帝国的尿性，一旦发现这事，估计他会被灭族吧。这个黄一诺倒是知恩图报。此时空气中散发着一种别样的味道，好像有点酸。你们不是要杀我吗？不是想要得到杀神遗迹的东西吗？进来啊！怎么堂堂散仙期，这点勇气都没有？臭小子，如果你不想连累道宗的话，那就乖乖走出来受死，交出杀神遗迹得到的一切。老秃驴，你最好不要威胁小爷，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只要小爷这次能全身而退，未来第一个就是找你们君临帝国算账。千万年前，杀神可以灭掉7大顶尖势力，未来小爷照样可以灭掉你们背后的10大势力。既然如此，今天就将你斩杀于此。诸位，我们联手破掉这个阵法吧！我不信10个散仙期破不掉区区一个9级阵法。杀神是修仙界第一大魔头没错，但是上千万年的阵法想必应该很弱了吧？不错，我们联手吧，记得提防一下玄机子他们。你们磨磨蹭蹭干什么？这是怂了吗？真是让人瞧不起！你们到底动不动手？不动手，我要进入杀神遗迹深处睡觉休息了。渡劫这么多天，小爷也累了。气煞本座，我受不了了！你们不动手，老夫动手。你们还好吗？你们不是要杀小爷吗？倒是过来啊！徒儿干得漂亮！既然你们想要杀我徒儿，那你们也没有活着的必要了。玄机子，你这是要跟我们开战吗？难道你打算与6大圣地、4大散修势力为敌？你这样只会将道宗带入万劫不复之中。你们10大势力加起来才一共13个散仙期高手，贫道今天将你们几个斩杀于此，是不是就可以一统东域了？好，好得了吗？师傅，你故意放水，怎么不干掉所有人？因为我们不能真的对他们赶尽杀绝，东域没有表面上那么简单，只要让道宗成为绝对的第一就足够了。难道这牵扯到什么大秘密？师叔祖叶师叔，师叔祖叶公子，大家还好吧？我们先回去吧。回去，今天你们都别想走。尤其是这个小子，我们灭魂殿要。奇怪，这3个散仙期强者，比起之前那10个散仙期高手，强的不是一星半点。为什么会这样？怎么，你们灭魂殿已经这么嚣张了吗？不好好龟缩在中州，居然敢跑来东域了！这小子是我们店主点名要的人，还有那巨小骷髅，我不想重复第2遍。难道你们道宗打算因此跟我们灭魂殿开战吗？元机子，你是有实力干掉我们3人不错，但是我们灭魂殿作为中州顶尖势力之一，想必你也知道我们的底蕴吧？像你这个级别的高手，我们最少有3位。还是说你真以为我们灭魂殿不敢杀上道宗？没人可以威胁我们道宗。灭魂殿，中州顶尖势力之一，他们的创始人是杀神的追随者。当初杀神家族之所以会被灭，就是因为灭魂殿的创始人出卖了杀神，最后灭魂殿被毁，创始人被杀神嘎掉。后来灭魂殿死灰复燃，继承者正是创始人的儿子，因为在外秘密培养而逃过一劫。自那以后，灭魂殿的每一任店主都有着同样一个目标，那就是找到杀神遗迹，得到杀神传承，横扫修仙界。原来是这样，哼，还真是新仇旧恨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杀神对我可是有救命之恩，没有本源断体诀，恐怕最后真要被第10道天劫干掉了。另一方面，还想活捉自己回去，想得倒挺美呢。既然你们不服气，那就去死吧！灭魂殿真该死！
不对，怎么有一丝若有若无的危险？难道灭魂殿暗中还有高手？刀魂灭破。老者在众人面前抵挡住巨大符文，却不料被击倒在地。男子下意识瞬移到老者身旁，想要带着他离开，只是那道符文居然毫无征兆飞向他。两位红颜知己飞扑过来，不要！师叔祖，你没事就好。叶公子，不要说话。顷刻间，生命奥义爆发而出，两位美女的伤势快速痊愈了，只是她们的灵魂却是变得越来越弱，仿佛随时要熄灭了。怎么办？他们不能死，可是自己要怎么做啊？叶公子不要难过，我的命本来就是你救的，更何况我喜欢你。师叔祖，我也喜欢你，不要伤感，好好活着。我希望你有朝一日能站在修仙界之巅。灭魂殿。主人，快将他们放到你的体内小世界，只要他们灵魂不灭，还有救。哦，好。老子猜的果然不错，形成这个小世界的星河应该不简单，居然可以重聚灵魂。你的意思是说，在这里他们能痊愈？理论上是可以的，只是恐怕最少需要数十上百万年的时间。难道没有其他办法吗？呀，只是什么？只是我知道的几个办法，一个比一个难。第一个是你要领悟最难的意境，时间意境，最后领悟时间大道，改变这个小世界的时间倍数，最多1年半载，他们就能醒来了。第二个是找到精灵界里的精灵皇族，找他们解一下生命权杖和生命之泉，帮他们重聚灵魂。最后一种办法就是杀上魂界，夺取魂族的至宝，帮他们重聚灵魂。正所谓时间为尊，空间为王，时间可是3000大道之中排行第1的大道，想要领悟谈何容易？而精灵界不飞升，不离开这个修仙世界，根本不可能找得到。魂界也是如此。我知道了。咦，本座的搜魂和灭破大道居然失效了，小子你很不错，识趣的赶紧打开这个阵法，说不准到时候店主大人会饶你一命。你该死！他确实该死。玄机子，你竟然杀了他们3个，你这是要和我们灭魂殿开战吗？开战又如何？灭魂殿有一个算一个，只要敢来东域，杀无赦。师傅。很抱歉，之前如果我在这里，一切都是因我而起，不是吗？是我连累了楚楚和一诺，还有道宗，恐怕道宗还得继续封山。我相信你绝对能将他们救过来。至于是否真的能够成功，玄机子心里也没底。活了无尽岁月的他，也知道重聚灵魂有多难。师傅，我决定了，一定要帮楚楚和一诺重聚灵魂，还有就是找灭魂殿报仇。去吧。逆天之人还真是命运多舛啊！东域10大势力，灭魂殿，给我等着！就在叶晨离开不久，一道血色强大光芒冲天而起，整个杀神遗迹消失不见了。希望这小子没事吧？看来本大爷要拼一把了，被灭魂殿那些混蛋盯上可不是那么好玩的。还有就是本大爷要赶紧重活一世，和叶晨这小子横扫天下。可恶，这不是真的，绝对不是真的！一个18岁之龄的臭小子，怎么可能那么逆天？不行，我一定要杀了他！看来我只能进入我们帝国那个秘境，才有希望报仇了。终于找到之前神偷门这张藏宝图上的地址了。小绿，对于眼前这魔山你怎么看？这里应该是一处禁地吧，要不然为什么一路上都是荒无人烟呢？说的不是废话吗？算了，进去看看。死亡法则，刚才那些是死亡法则，甚至夹带着死亡大道。还好自己掌握了生命奥义，不然按照这死亡法则的强度，估计我已经是一堆枯骨了。主人，冲！魔山深处绝对有宝贝，老子已经闻到宝贝的味道了。小绿，你他丫的能不能闭嘴？这一路上吵死了。嘿嘿嘿，我这不是激动吗？得到宝贝，主人还有我都可以快速变强，咱们不就可以快速救活2位主母了？是啊，变强，快速变强。主人，快看前面。来人止步！只有魔族有资格通往前方。这片魔山难道属于魔族禁地吗？拦路傀儡还是元婴期？继续前行又会遇到什么？如果我非要前进呢？击败我们，证明你有这个资格。不愧是魔族，喜欢用拳头说话。你们实在太弱了。就在叶晨离开之后，掉落一地的傀儡碎片竟然重新组成了一个个傀儡。主人，这里有点诡异呀！刚刚还是魔气冲天，寸草不生，现在居然变得鸟语花香了起来。那些死亡法则和死亡大道居然也消失殆尽。诡异又如何？我们还是得继续前进，不过还是先休息一下，吃点东西。主人，以你的境界，没有必要吃东西了吧？更何况普通的食物充满了杂质。
这叫乐趣，你懂什么？辟谷，叶晨确实早就可以做到，只是作为一个穿越者，他还是对口腹之欲比较感兴趣的。小子，你到底是什么人？居然敢闯我们北疆魔族神山！不劳你费心，趁我心情好，奉劝你一句，早点离开这里。很好，你是第一个敢跟我杨不败这么说话的人。看来不给你点教训，你是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做规矩。小子，记住了，我乃魔族圣子之一杨不败，化神期9重天后期巅峰，怕了吧？哦。师叔祖，现在外面没有任何关于叶师叔的消息。这是好事，我很期待那小子未来某一天将灭魂殿搅得天翻地覆。可是叶师叔现在只是元婴期1重天前期，他的境界是低，不过他那逆天的战力可以媲美半部渡劫期了，而且渡劫期都杀不了他，他可是掌握了毁灭、生命、空间3大顶尖奥义的，即便半部散仙期也未必能拿他怎么样。你觉得散仙期有可能整天到处追杀他吗？所以没什么好担心的。看来是我太过杞人忧天了一点。小臣子是我们道宗重新崛起的希望，我们要对他有信心。现在你要做的就是让道宗整体实力变强。另外，关于小臣子这些事情，你自己知道就可以了。是，还真是让人期待啊！魔族圣子攻击小火，却不料中了小乌龟的幻境，疯狂的在幻境里打转，连腿都找不到，最后精疲力尽倒在地上。小样，老子还玩不死你这狂妄的小瘪三！我可是魔族圣子，你们在我们魔族神山如此对我，难道就不怕魔族报复吗？魔族圣子很厉害吗？魔族很厉害吗？主人连散仙期都坑杀了不少，会怕你们魔族？你是叶晨？是我。接下来我问什么你答什么，如果让我不满意，后果自负。没问题。这里是你们的神山，为什么你们魔族不在这里面？因为这里的死亡法则和死亡大道根本不适合生存，所以我们都是每过2000年，等死亡法则和死亡大道之力大幅度变弱的时候，才会进入这里一趟。这魔山有什么秘密吗？深处是不是有着什么宝物？有没有什么危险？大成期以上不得进入神山，否则会遭遇这里的天地规则抹杀。至于神山深处有什么宝物，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里面绝对有大造化。不过这些年我们魔族进入的天骄不下半，能够活着离开的不足1/10。如此一来，主人在这魔山不是可以横着走了？对了，眼前这家伙既然没有什么价值，我们是不是可以干掉他了？喂，你们不可以这样过河拆桥啊！给你2个选择，要么直接干掉你，要么成为我的仆从。啥？这话咋这么熟悉？叶公子。很好，赶路吧。你不和我签订主仆契约吗？不担心我逃走？没那个必要，我不认为你逃得了。再说了，签订主仆契约会影响到你的修炼速度，我不需要太废的仆人。靠，这是多瞧不起我！走了。是叶公子。这是进入神山核心的魔族最终考核之路，一共有99999个阶梯，只要通过魔路，就可以进入神山核心地带，有机会得到大造化，可以快速变强。这魔路有什么特别的吗？登上魔路会面临着幻境、重力场还有心魔的威胁，只要肉身足够强大，只有意识足够坚定，那就有很大机会登顶。这么简单，走吧。简单吗？这家伙才上1000个阶梯就中了幻境，主人，这小子该不会死在魔路之上吧？你不是想干掉他吗？他死了不是更好？嘿嘿嘿，那是以前，他现在不是主人的仆人吗？一个资质不错的仆人就这么死掉，有点可惜呀。杨不败死是肯定死不了的，如果没点本事，魔族会让他当圣子，不过吃一些苦头是肯定的。叶晨登上第1万的阶梯，一个宝箱凭空出现在他面前。好高明的空间传送阵法，有点意思。一枚4品炼体丹药，浪费时间。主人，说不准我们后续有什么收获呢？什么玩意？5品治疗丹药，垃圾。6品恢复丹药，没用。5级血色匕首，瞧不上。6品淬体丹药的单方没啥意义，我都记住丹经所有内容了。媲美化神巅峰高手的宠物蛋吗？小绿给你了。好嘞，主人。可以修炼到散仙期的断体功法，垃圾。竟然是一条可变大变小的8级顶尖法宝，可抵挡渡劫期强者的攻击，攻击力也媲美渡劫期强者，总算有一个不错的奖励了。奇怪了，为什么这血色晶石有点眼熟来着？貌似有点像小骷髅那块杀戮之晶啊。这是准杀戮之晶，它的形成条件跟小骷髅的杀戮之晶是一样的，只不过不及真正的杀戮之晶1/1000，但是放在外界依然是一件非常逆天的宝物。主人，这准杀戮之晶可不可以给我？它对我有大用，说不准我可以因此变强。拿去吧。谢谢主人。总算是上来了。
有趣，真有趣！想不到一个人族少年居然进入了我们魔族的祖地，还顺利登顶魔录。那个前辈，为什么这里没有奖励？因为登顶魔录根本没有任何的奖励。如果是我们魔族后人，会被直接传送进神山核心之地，在那里他们会得到大造化。而你不是我们魔族的后人，自然不能让你享受同样待遇。所以自己现在是白忙活了，靠！年轻人，你可以进入我们魔族神山核心之地，只不过我有一个条件，领悟死亡意境。为什么？因为我想看看你的天赋到底有没有资格进入我们魔族神山核心之地。对了，你只有7天的时间。不就是领悟意境吗？这一天有2件事情在东域引起了轰动。第一件事是东域边缘地带的一处禁地深处上空，竟然一连出现了几道天劫，传闻是一个年龄只有6、7岁的黑衣小孩子。第2件事情是东域6大圣地、4大散修势力的一些仙苗和绝世妖孽陆陆续续死在了一个来历神秘的孩童手里。师叔祖，您说渡劫的那个小孩子和杀了10大势力不少天才那小孩子会不会是同一个人呢？是，说不准那小孩子跟小橙子有关。男子仅花费了半个时辰就领悟了一种顶尖意境，就在他将要把意境升级到奥义的时候，却突然停了下来。前辈，现在我可以进入核心之地了吧？进你个大头鬼！你都快要领悟死亡贸易了，为什么要停止领悟？臭小子，你知不知道顿悟机遇可遇不可求啊？那个前辈，领悟奥义很难吗？不难吗？不难。哼，算了。真是一个让人难以理解的小子。你可以挑选任意一个阵法的宝藏，挑选结束之后，你将会被传送离开这里。这么多，要挑选哪个呢？小绿有什么建议吗？没有，我能够感受到众宝的能量波动，却不知道在哪里。这片星空的阵法屏蔽了我的感知力，所以主人，这真的只能靠你自己了，就看你的运气好不好了。行吧，那就靠运气。居然是一个破木盒，不过有封印，应该是好东西吧？啥玩意？灰不溜秋的，又没有温度，好像也不是丹火。突然，那炉火焰直接进入叶晨身体。居然跟当初的巨剑一样，缓慢吞噬着我体内的能量。这灰色小火焰恐怕不简单。一个空间阵法毫无征兆地出现在叶晨身前，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叶晨的身影就消失不见了。这么快就回来了，年轻人，你得到了什么？就一朵火焰。火焰，神山核心之地有宝物是火焰吗？奇怪了，难道是主人离开之前有临时将什么留了下来？既然你在核心之地得到了机缘，还不离开吗？不着急，我还要等一个人。你等谁？不是我不想说，只是我怕说出去你要对我不利啊，前辈。说吧，我发誓，我绝对不会对你不利。你确定？那我说了，我收了魔族圣子当仆从，我在等他一起离开这。你有种！是他非要招惹我的，我有什么办法？年轻人，有件事情好像忘记告诉你了。什么事？魔族以外的人进入神山，我们魔族可是会感应到的。你想要安然无恙离开，恐怕不现实啊，甚至就此陨落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那又怎么样？大不了开溜就是了。闲着也是闲着，领悟一下死亡奥义吧。正所谓技多不压身。半个时辰之后，叶晨四周出现了一片灰蒙蒙的瘴气，他的死亡意境正在向死亡奥义方向快速蜕变着。这还是人吗？半个时辰就领悟死亡贸易了，怕是主人的天赋在这年轻人面前也要被轻松碾压吧？搞定，收工。爽，咦，终于上来了。杨不败，你倒是快一点，我这都等了1天多时间了，你赶紧进入核心之地，然后我们离开这里。是，叶公子。杨不败，你真是能给魔族长脸啊！不劳你费心。人类，你是在找死吗？竟然敢让魔族圣子给你当仆从，你有意见？年轻人，适可而止吧，我可不允许你在神山对魔族的人出手。好吧，反正我也没将他们放在眼里，30多岁还是化神期，而且一个半步大成期都没有，太废了。很好，你给我等着。下一刻，杨不败他们直接被传送到了核心之地。守好各个方向，不要让对方有任何的逃跑机会。是。一众强者分散开来，只是他们没有发现的是，有一道小身影注视着这一切。他姥姥的，叶晨这小子还真是一个人才呀！敢在魔族眼皮底下进入对方神山寻宝，比本大爷嚣张多了。没有多久，这些人又陆陆续续传送出来了，出现在广场上。叶公子，走吧。
慢着，杨顶天，让开！今天你们两个谁也别想安然离开，尤其是你这个叛徒。一个化神期9重天巅峰，两个化神期8重天，真把自己当盘菜了。天雷之体不错，走吧。是。人类怎么可能这么强大？就在叶晨祭出飞天魔方的时候，顷刻间被包围了一大群的大成期魔族高手，还有一个半步散仙期魔族强者。开溜！男子号称炼丹天才，却拿出了不像样的丹火，甚至在炼丹过程中还炸毒了，让看戏的两人都笑岔气了。可男子不仅没有沮丧，相反，脸上还露出了惊喜之色。这灰色小火焰比起我之前那最高级别的人阶丹火还要强大100倍不止，赚大发了！这究竟是咋回事？就在刚刚，叶晨利用空间奥义，直接在半步散仙期眼皮底下开溜了。而此时甲板上却出现了一个小男孩。嘿嘿嘿，叶晨，本大爷成功了，怎么样？本大爷帅不帅？小骷髅，你真的成功重活一世了？当然，也不看看本大爷是谁，怎么可能失败呢？本大爷告诉你，我现在也是元婴期1重天前期了，跟你同样境界。还有就是，本大爷渡劫是9道天劫，厉害吧？好吧，跟你这变态无法比较。现在本大爷也是东域的大名人了。前几天我杀了10大势力，不少仙苗和妖孽，够义气吧？他姥姥的，竟然敢欺负我兄弟，真是活得不耐烦了。还有以后不要叫本大爷小骷髅了，本大爷的名字叫做东皇。不得不说，小骷髅就是小骷髅，一开口说话压根就停不下来。等等，东皇这名字有点熟悉啊！自己穿越之前，东皇貌似是神话人物吧？还是非常强的那种，这就有点扯了。好吧，以后就叫你东皇。你杀了那么多仙苗和妖孽，那些势力的强者就不追杀你吗？追杀呀？怎么不追杀？不过别的本事本大爷没有。说到逃跑，我天下无敌好吗？这位是？我叫杨不败，魔族圣子之一，现在是叶公子的仆人。卧槽，叶晨，你还真是一个疯子，在北疆魔族大本营收人家圣子为仆人。淡定，我得罪的人多了去了，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好像也有道理。不管这些了，先找个地方落脚再说吧。好嘞，本大爷正有此意。叶公子，这里的前期数十里就是北疆东部第一大城市了，名叫火城，是北疆10大势力之一，火焰山的附庸城池。这一带以火属性修炼者为主，他们的脾气都比较暴躁。我的脾气也不太好。小杨啊，跟着叶晨混，要记住第一要义，咱们不惹事，也不会怕事，懂了没？明白。这两个疯子现在怕是满世界都在追杀我吧？还不低调一点？你们两个有没有一些6级以上的炼丹材料什么的？当然，自己看一下。给。于是便出现了开头那一幕。既然没有丹炉，那直接用火焰炼丹吧。叶晨这是要干什么？徒手炼丹吗？这也太夸张了一点吧。炼丹还可以这样吗？搞定，收工。我了个大槽！叶晨这小子，这炼丹天赋也太变态了点吧！徒手炼制6品丹药神血丹，还做到了极致，一炉10枚，每一枚都是完美级别。更过分的是，他只用了1炷香时间，哪怕9品炼丹师出手，想要做到这种程度，也需要2炷香时间吧？徒手炼丹，不是只有传说中的丹神才可以做到吗？你们刚才不是还笑话我吗？叶公子，我承认我刚才笑得有点草率。本大爷怎么知道你会这么逆天？这神血丹你们需不需要？当然，这可是好东西，神血丹对化神期都是可遇不可求的东西。给我1枚，我实力还低，服多了怕爆体而亡。那我要2枚，多谢叶公子了。行，那剩下的就归我了。疯子，你就真的不怕爆体而亡？还真的管用，距离元婴期1重天中期应该只有1步之遥了。我说你们两个能不能别整天一惊一乍的？真不知道你的肉身和元婴有多强，敢这样。随后两人便坐到一旁，服用神血丹，开始炼化。嘿嘿嘿，叶晨，本大爷的修为总算超越你了。要不打一场？打就打，正有此意。本大爷不信邪，我高你2个小境界还压制不了你，我要揍服你。走过去那边。住手！本大爷投降，投降还不行吗？他姥姥的，叶晨，你还真是下得了手。有什么下不了手的？刚才你不是挺嚣张吗？我看你好像挺想揍我一顿，证明你的实力的。你算了，本大爷懒得理你。说罢，东皇飞身到一边，暗自神伤去了。然后叶晨又开始炼丹。总算搞定了，看来要买一些7品丹药的材料才行。 6品炼丹师基本都是大成期的高手，7品炼丹师哪个不是渡劫期强者？并且7品以上炼丹师都是凤毛麟角。可是叶晨这家伙才元婴期，能炼制6品丹药已经是非常夸张，他还要炼制7品丹药，有没有搞错？这家伙要不要这么逆天？好了，你们快看一下有没有你们需要的丹药。当然，叶晨你果然够义气，本大爷没看错人。谢谢叶公子。
走吧。有点意思，都用秘法隐藏了修为，还被好几波人盯上了。叶晨，你说这些家伙是东域的人，还是魔族的人，或者灭魂殿的人？不是魔族的人，如果是魔族的人，凭借我的血脉之力可以感应到。管那么多干嘛？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打得过咱们就打，打不过咱们就跑。嘿嘿嘿，有道理。终于找到你了，臭小子，你倒是跑啊！跑？就你们这点杂鱼，小爷用得着跑吗？就是灭魂殿的杂碎，这是想要笑死本大爷吗？叶公子，这光头交给我吧。那剩下的人就交给我。随你们。小孩冲向5个化神期高手，却不料被反包围了，而他也不慌张，双手一抬，出现2个光球砸了下去。那些化神期高手甚至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就直接凉了。真是不经打，本大爷的杀戮之体还没有进阶就死了，不过收获还不错。这家伙还真是一个人才啊！东皇，那些人要开溜了，你不打算好好招待一下他们吗？只见有几群人正在迅速撤离。嘿嘿嘿，正有此意。去死吧！适可而止吧。多谢叶公子。下一刻，东皇笑容满面的回来。走吧。等等，本大爷。本人姓钱，名字叫多多，是珍宝阁火城分阁的阁主。叶公子叫我老钱或者钱多多都可以。我说老钱啊，你认识我？自然，叶公子如今在整个修仙界都是大名鼎鼎的存在，鄙人怎么可能不认识呢？更何况刚才叶公子不久前才轰动了火城，不是吗？既然如此，你不担心会因此得罪灭魂殿他们？我们珍宝阁从不惹事，也绝不怕事。你们的恩怨在外面解决就是了。如果灭魂殿敢找麻烦找到这里，那我们也不是吃素的。行，那你带路吧。叶公子这边请。一路上，叶晨不停地采购着各种东西，不到半个时辰，都超过11下品灵石了。亦是因为如此，钱多多将手里唯一一张至尊贵宾卡的名额送给了叶晨。随后，叶晨他们离开了珍宝阁。这张至尊贵宾卡有什么用吗？珍宝阁的至尊贵宾卡非常有限，传闻整个修仙界不会超过50张。只要拥有至尊贵宾卡，在任何一家珍宝阁分阁消费都可以享受7折优惠。除此之外，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向珍宝阁寻求庇护，他们会无条件保护持卡者。那这卡倒也不错。何止不错，这简直是多了一条小命好吗？早知如此，本大爷帮你采购那些东西好了。你确定是消费多就可以得到这卡吗？换而言之，珍宝阁实际上是在变相投机，在一个绝顶大人物没有崛起之前，给对方一张至尊贵宾卡，换取对方友谊。他姥姥的，什么时候本大爷也要搞一张珍宝阁的至尊贵宾卡才行？叶公子，麻烦你跟我们去城主府一趟。有什么事情吗？灭魂殿还有东域几大势力已经向我们火城施压了，所以你这是想要活捉我们3人交给他们？不是，叶公子可不要误会，我们只是想让你们走个过场而已，这样我们火城就无需理会几大势力太多了。这样啊，那走吧。谢谢叶公子。叶公子、东皇公子、嬴公子，请你们稍等片刻。没问题。叶晨，你有没有觉得这有点不对劲？管他呢，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就是了。这2个疯子，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也是没水了。下一刻，一个阵法将叶晨他们笼罩住了。师爷，你的主意不错，想不到我们如此简单就活捉了修仙界第一狂徒，还有那个威震东域的小男孩，将叶晨交给灭魂殿，将那小男孩送到东域，还有将魔族圣子送回魔族，我们绝对可以得到大量好处。那也是因为城主大人有6级顶尖阵法坐镇，我们才能如此轻松困住他们，都是城主大人的功劳。叶公子听好了，老夫叫火烈，火城城主。接下来，如果你乖乖配合，可以免受一些皮肉之苦；反之，就不要怪老夫不客气了。哦，你们想要小爷怎么配合呢？老夫希望你们2位服下这丹药，封印你们的修为。火烈，本大爷还真是瞧不起你啊！堂堂一个渡劫期高手，有必要这么大费周章对付我们吗？老夫也是没办法，谁让叶公子的名气实在太大了一点呢？丹药呢？小爷是不会吃的。小爷给你2个选择，你是想死呢，还是想活？叶晨，你是敬酒不喝罚酒吗？还是说你觉得老夫真的拿你一点办法都没有？火烈，是你非要招惹小爷的，接招吧！混蛋，快住手！你求我呀！叶公子，是老夫错了，有话好说。怎么可能？他是怎么做到的？那是空间奥义吗？还是什么？有话好说，那你早干嘛去了？叶晨，你是非要鱼死网破是吗？既然如此，那就不要怪老夫不客气了。
火烈，我劝你还是不要白费功夫了。想要引爆阵法，不可能，要不你还是强行破阵过来。叶晨，是你逼我的。呵呵，拜拜了您。可恶！